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呢個 Chit Chat Central 啊！咁咧，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最近嘅親身經歷嘅故事。咁啊，如果你有腰痛啊、背痛啊、坐骨神經痛啦，甚至去睇過嗰啲脊椎科醫生啊、嗰啲 chiropractic 啊，咁我希望你可以睇完成條片。咁啊，我唔係想鬧任何人，亦都唔係想話某一種治療冇用。但係呢一次嘅經歷都令我明白到一件事：病人同醫護人員咧，原來有時候係講緊根本唔係同一件事嚟嘅。咁啊，呢個係一個誤會，可能令你好失望，甚至浪費金錢。咁我講下件事發生點樣發生啦。今日喺上個星期裏邊啦，咁我突然間即係個 lower back 嗰度啦痛啊。咁啊，唔係啲普通腰酸背痛喎，係痛到咩程度咧？我起身嗰時咧根本落唔到床，轉身會痛，坐起身會痛，企身又會痛。甚至由床行到廁所都好辛苦。我估計當時嘅痛楚咧，如果10分滿分最高峰嘅話咧，咁我都係7到8。咁啊，當然啦，我係怕痛嘅人嚟嘅，咁可能會誇張咗少少啊。個人因人而異啊，呢樣嘢係。但我哋覺得我去到7到8嘅。咁啊，後嚟跟住啲朋友同我講，佢話：喂，會唔會坐骨神經痛啊？咁樣跟住我話：咦，咁啊領嘢啦。咁我就去咗揾啲專業人士睇啦。咁啊，梗係上網揾下邊度附近有一啲做骨神經專科醫生啦。咁啊，佢揾到一間，咁就去喎。禮拜六咁去到診所之後啦，醫護人員同我講：你好大機會係坐骨神經痛，係急性嗰隻嘅。咁佢就建議我接受一個治療。咁我當時我心態係好簡單嘅。咁既然你係專業人士，而家知道我痛到咁嘅樣，咁我自然會認為呢個治療係咪可以最少幫我減翻一部分嘅痛咧？咁樣即係我唔係完全呢個即刻康復，咁起碼我唔使100% 唔痛，由8分去到4分好唔好？又或者由8分去到5分好唔好？其實我都好滿意嘅，因為至少我可以正常活動啊。但係做完治療之後咧，我發現個情況咧係冇改善嘅，反而仲痛。於是我問：喂，咁你有冇一啲藥可以幫我減輕痛啊？佢話：哎呀，我哋醫務所係唔會開處方藥嘅噃。我話：係。佢話：如果你需要藥嘅話咧，你揾你嘅家庭醫生開。咁佢仲同我講，佢話：而家你呢種痛咧，要等幾日先會改善喎。當時我個心裏邊咧就其實好大嘅疑問就係：如果你知道呢個治療喺職場未必適時見效嘅話，甚至有機會仲會痛幾日嘅，咁點解你唔開始嗰時同個病人講清楚咧？係嘛？咁你每個人可以接受個痛唔一樣噶嘛？我接受唔到痛4日，我4個鐘就嚟頂唔住。你仲要痛4日，你冇嘢啊嘛？係嘛？咁翻到屋企嗰時，我又諗究竟問題出咗喺邊咧？後嚟我發現基本上係可能係病人同醫護人員追求嘅目標唔同。我要求嘅嘢係即刻減輕痛楚，而對方可能想做嘅就係改善你未來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後嘅問題。呢兩件事係完全唔同噶。例如一個人啦，長期肩頸痛啦，定期做治療放鬆肌肉改善姿勢，呢個冇問題嘅。但係已經有好似我咁痛到起唔到身飛起咁滯，連行路都唔得嘅話咧，咁我諗應該最迫切嘅需要係唔係長遠改善，係即刻點樣控制而家嘅痛楚咯。咁經過呢個今次個經歷之後咧，我學咗3件事。第一，一定先要你了解咗自己嘅問題，你係長期痛啊定係急性發作？呢種情況咧，我知道一定係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嘅。第二，開始要清楚治療嘅目標，接受任何治療之前咧，應該要直接問呢個，譬如呢個治療主要目標係乜嘢？會唔會即時見效？如果冇效，我應該點做？有冇副作用？呢啲咧應該全部事先要問清楚。第三，醫護人員同埋病人咧要有相同嘅期望。如果個病人好似我咁想止痛嘅，醫護人員應該要知道。但係如果醫護人員只係想做一啲，譬如一啲長遠少少嘅一啲復健啊，或者幫助嘅話咧，病人都應該要知道，大家要目標一致，先至唔好失望。同埋醫護人員講嘅説話咧，唔好帶點取巧成分，因為你講嘅嘢可能令我會誤導我，可能你講嘅技巧技術係對你嚟講係 make sense，但係對方嘅病人嚟講，可能係另一種見解。咁每個醫護人員講完之後，你都應該 make sure 下對方嘅病人係咪理解你講緊乜嘢。譬如好似我咁樣，佢當初話係負責要減輕個痛，佢係咁同我開始講，咁我就一心以為。咁當然啦，我冇乜物理常識，佢應該斷估唔應該係嘅，但係我又抱咗好大期望，咁可能都係我自己都有問題。
但問題你俾我個誤解就係，我當然做呢個 treatment 之後咧，你至少你嘅痛楚都會減輕啲嘅。咁呢個我仲可以接受，但係佢講完呢番説話之後，咁我係有咁嘅思維喺個腦裏邊，咁咪做啦。但係結果仲痛，跟住佢話呢種痛要 suffer 大約4日，咁就會慢慢減啦。咁我真係想頂你個肺，我真係。咁最後啦，我就強調一下，呢條片咧，我唔係批評任何一個行業啊。我相信脊椎科物理治療師、醫生都有佢哋嘅專業價值嘅。我亦都相信好多朋友接受治療之後咧，係真係有改善。但係今次咧個經歷提醒咗我一件事，就係作為病人啦，我哋有責任先要了解自己嘅身體。作為專業人士咧，對方應該要清楚解釋治療嘅目標同埋預期嘅效果，因為有時候最影響治療嘅體驗嘅咧，唔係治療本身，係大家對治療嘅呢個治療嘅結果嘅期望唔一樣，有落差。如果你都好似我咁做到腰痛、坐骨神經痛，或者曾經睇過脊椎科嘅經驗嘅話咧，我歡迎你留言喺呢個分區度講你嘅故事。如果你中意呢個真實嘅生活咧嘅分享咧，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分享出去。咁我哋下次再見啦。咁不過咁樣，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就後續發生嘅事先嚇。咁老實講啦，做完呢次治療之後，第二日我真係頂唔住啦。呢個痛咧，都不但止冇改善，仲影響到我日常生活。我甚至要攞住支拐杖咧，要慢慢行路，行幾步路都好痛，坐低又痛，起身又痛，彎身又痛，瞓覺又痛，甚至連講嘢都冇乜精神，食飯都冇入口。因為你要諗下，你所有用精神同體力去用咗嚟對抗呢種痛楚喎。我相信如果有觀眾或者試過坐骨嚴重嘅坐骨神經痛啊，或者急性腰痛咧，你應該明白我講緊乜嘢嘅。呢種痛唔係普通嘅腰酸背痛啦，係連你最基本上嘅生活都受到影響。咁所以第二日咧，我決定咗去咗 urgent care 睇醫生。我實在頂唔住啦。urgent care 啲醫護人員見到我拎住啲拐杖行路都行到咁樣，佢第一時間處理嘅都唔係復健，亦都唔係處理脊椎矯正，亦都唔係長遠治療，係處理我最迫切嘅問題——止痛。醫生同我打咗消炎針同埋止痛針，打完之後冇耐，我感覺舒服咗好多，至少冇再好似之前嗰種完全唔喐得嗰種程度。所以醫生同我講，佢話下一步應該要考慮做 MRI 檢查，睇一睇啲物理治療師同埋同我家庭醫生跟進一下，而係唔好再繼續做同一個治療啦。當然每個情況咧，每個人都唔一樣嘅。我唔係話 chiropractic 唔好，亦都唔係話所有人都唔適合。我只係話我呢種急性疼痛咧，嗰種情況嚟講咧，醫生認為應該有更加適合我嘅處理方法。而家我就情況好咗啲啦，咁醫生亦都開咗處方藥俾我。不過佢都建議，如果可以的話，先係用一啲普通嘅消炎止痛藥控制啦。因為強力嘅止痛藥始終有副作用嘅，所以而家仲係安排緊後續嘅檢查同埋同嗰啲專科跟進一下。未來咧呢幾日都要休息。最少咧，我已經唔係好似之前嗰種痛到完全唔喐得嘅狀態。咁經過呢次嘅經歷之後咧，我覺得最重要唔係邊個醫生啱，邊個醫生錯，而係病人同護理人員之間嘅溝通。作為病人，我前都講過啦，一定要清楚自己需要啲解決啲咩問題。作為專業嘅人士，都應該清楚解釋治療嘅目的、限制同埋預期效果。因為有時病人嘅最需要嘅未必係你嗰啲咩嘢長期治療計劃，係你先幫佢捱過眼前最辛苦嘅一關。咁正如我所講啦，如果你有試過坐骨神經痛椎間盤骨突出急性腰痛睇過脊椎科甚至做過物理治療咧，歡迎喺度留言分享你嘅經歷。因為我相信咧，唔少華人咧都曾經經歷過類似咁嘅情況。咁你嘅分享咧，可能會幫到下一個真正痛苦嘅人。呢個影片純粹只係分享我個人嘅真實經歷，唔係啲醫療建議。每個病人嘅情況都唔同，如果有嚴重嘅疼痛或者身體不適咧，應該向合資格嘅醫護人員查詢同埋尋求專業嘅診斷。好，多謝各位大家收睇同收聽我呢個節目，下次同大家再傾，拜拜。